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國家今年上半年的財政收入情況，叫收入和開支情況。如果把國家當作一個公司，那麼這個公司半年報已經出來了，上半年對吧？收入多少，開支多少，這收入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哪些增加，哪些減少？我們來一起看一看，或許能找到一些答案。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人工作難找，壓力很大，焦慮。那為什麼會有這感受呢？實際上我們的宏觀經濟穩中向好，基本面沒有改變，但是為什麼大家體感是越來越差？是錯覺，還是吸收了太多的網上的或者社會上的負面的信息、負面能量導致的體感差，還是說是真實的？所以我們一起來看一看，一起揭開這個迷霧。7月22號財政部召開2020年上半年財政收支情況新聞發布會，介紹2020年上半年財政收支情況，一個收一個支那麼根據經濟觀察報報道它是7月23號，它的標題叫中國財政半年報，投資於人加力，股市印花稅猛增97%。財政部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2萬1047億元，同比增長4.7%，支出14萬3329億元，同比增長1.5%。你看收入增長4.7%，但是支出只增長了1.5%。但是收入是小入支出的，叫入不敷出。如果一個家庭這樣的那肯定會焦慮因為你這個月賺的錢不夠這個月花的，你還掏老本，是不是就開始焦慮了？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政府它的這個收入分幾個部分，這個大家也知道，它是分4個部分。一個是一般公共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就是國企央企中石油、中石化這些中國煙草叫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第3個就是政府性基金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就是賣地這些東西都是政府性基金預算。還有一個就是社保預算，社保預算就是大家交的這是在另外一個池子裡面賺的。那政府收入实際上是有4本賬，而財政部日常公布的數據一般的就是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這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保預算，這個財政部它不歸它公布或者就不公布在別的地方公布。那個社保預算恐怕是人社部來公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恐怕是叫什麼國資委。那麼財政部它只公布這個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而這個一般公共預算呢，它又分2個部分，這個我們就比較熟了一個叫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所以大家把這個政府的收入給它區分一下，國企央企掙了多少錢，然後社保交了多少錢，還有什麼盈余，那是在另外2本賬。財政部公布的就是稅收收入、非稅收入，然後再加上政府性基金預算，也就是賣地收入。這麼一說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說我們簡單的理解就是我們政府的收入主要我們關心一個是稅收，一個是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就罰款還有政府手上那些什麼對吧？這個資源變現這叫非稅收入。然後就是个賣地收入。那我們就掰開了看這些各項收入到底是什麼個情況。根據財政部國庫司副司長馬洪斌介紹，分稅種看國內增值稅增長6%，主要是工業和服務業持續增長，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上行等帶動。然後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增長11.8%。咱們上半年進口和出口都非常亮眼，所以進口貨物的增值稅、進口貨物的消費稅都漲得很不錯2位數增長11.8%，主要是外貿進口較快增長。然後企業所得稅呢，企業所得稅增長了3.9%，主要是企業利潤增長。證券交易印花稅增長97.3%，上半年印花稅翻倍。這個那當然是金融消費者做的貢獻了，很遺憾很惭愧，我還沒做，對吧？
對這一塊是一點貢獻都沒有。金融消费者，对吧？印花稅跟去年同期比啊，翻了1倍，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額增长。涉及土地和房地產市场的土地增值税和耕地占用税增速還在下滑，其中土地增值税2146亿元，同比下降15.3%，耕地占用稅830亿元，同比下降3.5%。土地增值税下滑，通常意味着商品房銷售承壓，房企拿地和新開工意願偏弱，新房開發鏈條景氣度下行。耕地占用稅的下降，則意味着房企不願意拿新增住宅用地啊，這些都是稅啊，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這些都是稅，還不是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啊，賣地收入是在那個政府性基金裡面。財政部數據顯示啊，今年上半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這個就是啊政府性基金，這個收入多少呢？9778億元，同比下降31.5%。這就是我們經常掛在嘴上說賣地收入啊，賣地收入在去年基礎上又下降了32%，這什麼概念？從21年、22年開始下降，每年的2位數下降，今年上半年比去年還下降31.5%，也就是這地根本就賣不動啊！這也是近10年來上半年土地出讓增速同比下降最大的一年，也就是今年土地出让收入啊是斷崖式下跌，就是前面已經一直在下跌，現在還來個加速，大家能感受這個意思嗎？與高峰期2021年上半年34436億元相比，僅為當時的28%，已不到30%。也就是啊，我們2020年上半年賣地收入和21年那是最高的，21年上半年一比啊，不到21年的1/3了。那你说这降的多厲害吧？當年是1個億，現在只有2800萬；當年10個億，那現在只有2.8億，就這意思，降成這樣。這個房地產專家嚴躍進認為啊，今年各地在房產開發用地供應上普遍減速，只是順應產量嚴控增量、優化存量政策導向的主動作為，而非被動收縮。特別是招牌掛用地供給端明確減量，多數城市供地計劃較去年下調20%左右，這是一個縮量提質過程。當前土地出讓金下滑，相當程度上是政府主動管理的結果。他這個說法啊比較這個官方啊，實際上政府主動管理結果，那他目的是幹什麼呢？還是房子賣不掉啊，對不對？賣不掉，你再賣地，再增加供给，那房子更賣不掉，是不是這个邏輯？現在大量的新房是空着的，各個地方政府他也是沒辦法的吧。再說了，你現在就是增加土地供應，房地產開發商也不敢拿呀，拿了之後賣給誰呢？實際上這個收入裡面啊，還有一些跟我們密切相關的。第一個，除了印花稅翻倍啊，這個實際上就是啊金融消費者做的貢獻，不知道他們掙了多少錢啊，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這個實現盈利，但是你給國家做了貢獻，這一點必須要記上啊。印花稅翻倍。稅收結構方面啊，6月上交所賬戶新增開戶同比增速74%，帶動印花稅累計同比增長41%，前值是36%，也就是說啊，這個印花稅的增長還在加速。其中證券交易印花稅同比增長97.3%，前值是89%，比前值高得多，對不對？所以說它還在快速增長，就是印花稅這塊，就是金融消費者所做的貢獻啊。對應拉動稅收收入增速0.82個百分點，咱們的稅收收入增速裡面有0.82是金融消費者做的貢獻，增速啊，人家速度還快了，明白了吧？國內增值稅累計同比增長6%，前值多少？前值6.2%，就國內的增值稅還在下降，就增速啊，大家明白什麼意思？主要受工業生產維持韌性，出廠價格迅速上行帶動。1到6月工業增加值累計同比增5.4%， PPI 累計同比升1.5%，前值是1%，也就是啊 PPI 增速啊超預期1.5%，比那個前值還要高，那也就是你去想這企業的利潤啊在下滑。前半年國內企業增值稅
把它的增速也在下滑。国内的啊，咱们增长主要在出口这一块，个人所得税累计同比增速13.1%，前值12.2%，什么意思啊？你不管今年你工資漲了還沒漲啊，反正上半年個人所得稅什麼，不就是工薪階層的吧，5000塊錢以上的嗎？當然還有你其他的啊，有錢人交的那些稅，除了工資之外的吧，他還有其他的收入啊，比如說這個勞務收入啊，出去講課啊，賺了2萬，對吧？這些都要交稅啊。那麼這就是個人所得稅嘛？個人所得稅是啊，上半年增長了13.1%，比前值就是前面是12.1%、12.2%，還增加了，也就個人所得稅還在增速增加13%，而且速度還在增快。主因是智慧稅務建設推進，大數據徵管效能釋放，別的不說了。總之，個人交的所得稅多了，而且速度還在增快。但是，對吧？你現在這個情況下，收入又沒漲，或者你看收入沒什麼漲幅啊，大家，但是你交稅交的多了。這說明什麼？大家負擔重了，就這麼簡單啊！這就是為什麼覺得累啊？你看整個的財政收入增幅其實不大，但是印花稅在增加，翻倍了，然後個人所得稅增長13%，而且加速，這說明什麼？牛馬韭菜拿着錢去紅綠市場，結果賠得稀里嘩啦的，誰賺了錢呢？然後牛馬韭菜辛辛苦苦的，反正收入跟去年比沒有什麼變化。沒有增長，但是你交的稅多了，你可以理解成從你這抽血抽的多了，那你當然感覺不舒服啊。這就是為什麼啊，體感越來越差的原因。你看還有啊，這還沒完，對吧？車輛購置稅累計同比增長13.7%，前值是12.6%，車輛購置稅也增加了啊，增速也多了1個點。這個車輛購置稅主要是因為新能源汽車以前不是免稅是吧？沒有購置稅是吧？然後今年只給它免一半，大概這意思。我有印象啊，那跟這個有關係，只免一半了。所以說你實際上車子賣少了，但是你這個車輛購置稅還在漲，是因為它不免了。如果繼續免的話，那你今年車輛購置稅是下降的。現在車輛購置稅能增長13%，因為過去對新能源汽車是吧是免，現在徵一半導致車輛購置稅增長13%，還加速了。此外，消費稅降幅擴大至3.4%，前值是負的3.1%，什麼意思啊？反正他不好好說，我們覺得，對吧？自己得好好想一下。這個消費稅啊，前值是負的3.1%，就是消費稅是在下降的，降速是3.1%，在以這個速度下降。那麼6月份啊，就是這上半年呢，1到6月份，現在消費稅降幅擴大了3.4%，也就是以3.4%的速度在下降，也就是消費稅在加速下降。消費稅跟什麼有關係啊？國內的消費稅啊，那不跟大家消費有關係嗎？跟社零數據有關係嗎？所以說啊，今年上半年對吧？就是消費是加速下滑的。那我們把這幾個，比如說印花稅是翻倍增長，對吧？個人所得稅是2位數增長，而且是加速。個人所得稅啊，然後印花稅是加速下跌，就是你就把牛馬的目前這個現狀你就勾勒，就已經大概的勾勒出來一個牛馬，對吧？啊，這邊再給它抽血，加速抽，那邊呢自己還往那個紅綠市場裡扔一點錢，對不對？還要獻愛心呢，捐呢，往裡面捐，速度還快了，多捐一點。這邊抽血是吧？那是加速抽，然後自己勒緊褲腰帶不花費不花錢，哎，買杯奶茶他都算一算，哎，他加倉是吧？補倉5萬塊，咬牙扔進去。但是他買杯奶茶他在那掂量半天，吃碗麵加不加雞蛋他也在考慮半天。不是胡一進老師嗎？完了之後這個人所得稅交的多了，對吧？胡一進老師出去走台是吧？去那什麼站台，哎，論壇那個人家給他3萬，那3萬裡面不是交不少這稅啊，應該30%吧，得看他的收入啊，多我估計胡一進老師要交40%的稅，因為他那個自媒體收入，對吧？這些都是他的收入啊，早就超過那個幾十萬那個，所以說他應該是40%以上的稅，也就是3萬塊錢，他要交1萬2的稅，自己拿1萬8，交的稅越來越多啊，所以你看稅收是以個人所得稅是以13.1%的速度增長而加速啊，所以說啊，這是財政部啊公布的數字，不是咱們編造的，自己去看。
這跟我們個人密切相關。所以說你就會感覺到，消費稅是加速下滑，那就是大家勒緊褲腰帶唄，不買東西唄，對吧？鸡蛋這個吃面加不加雞蛋都得考慮唄。一邊補倉不好意思，對吧？那是你看那個建工爺叔啊，每個月要拿1萬塊錢進去補倉，你都是在給那個印花稅做貢獻唄。完了之後，我們個人所得稅，對吧，在增長，那你說說，大家覺得，對吧？冷，覺得壓力大，覺得焦慮，這就屬於正常情況了。這數據已經說明了，這不是誰故意的在那兒，對吧？無事，對吧？無病呻吟，為賦新詞強作愁，對吧？為賦新詞強说愁啊。所以這些數字啊，我們就不再看了。還有一個就是跟我们密切相關的，就是土地出讓金收入，就是政府性基金，對吧？無論是那個契稅，還是什麼其他的這個土地交易稅啊。反正土地出讓金在加速下滑，這對房地產市場做出了一個詮釋。你要记住了啊，開發商不買地，開發商比我們要賊，比我們要精，做生意的。一旦說樓市暖了，回暖，他對未來3年、2年看好，開發商現在怎麼着，對吧？他也要掙扎的從 ICU 病房出來，借錢也要去買2塊地，因為如果真的明年就好了，後年就好了，對不對？樓市就回暖，他現在不儲備地嗎？儲備完了，明年開發，後年賣，這不就活過來了嗎？但是開發商不買，說明什麼？這個土地賣不掉，交易量越來越少。不光是土地交易少啊，實際上我今天看到，政府在土地出讓收入方面啊，支出下降10%幾，大概我看17%，什麼意思呢？因為你看啊，政府他賣地啊，他是先收儲。收儲就把那個地弄過來之後啊，他要1級開發呀。1級開發就是，把他這個就是那個他的這個一般的是地方政府成立一個什麼收儲土地儲備中心啊，那中心啊把那個地要叫什麼7通1平或者3通1平，也就是你的什麼啊路啊，對吧？要到，然後這個通水通電通氣，對吧？一大堆的啊，叫3通7通1平，要平整，上面東西要拆掉。7通1平，那這個是要花錢的。政府把這地弄來之後，要7通1平要投入，完了之後再弄完之後再去掛牌招牌掛，讓人家買走。那由于現在賣地收入在下降，对吧？買就不賣地了，所以他也不收地了，政府也不再去收儲，不再投入這個就什麼3通1平的費用，所以這塊開支也在下降。說明什麼？說明整個以房地產以土地財政為導向的這個鏈條它不轉了。經濟觀察報說啊，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啊14萬3329億元，同比增長1.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21218億元，同比增長6.5%。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2萬2111億元，同比增長0.6%。投資於人方面的支出增加較快。比如支出同比增速第一的是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24504億元，同比增長9.2%，就是社保啊和就業支出。教育支出21483億元，同比增長5.9%。衛生健康支出11004億元，同比增長4.3%。這些都跟人有關啊。王振宇分析啊，支出端的民生特性鮮明。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2025年1月成為第一支出後啊，今年上半年更是佔比高達18.4%。與此同時，債務付息支出同比增長4.5%，增速居各支出第3，就是這個現在主要是債務付利息，你知道吧？而且未來這一態勢還會逐月增加，急需引起重視。他說啊，地方政府層面今年大都進入舉債還本付息高峰期，本的部分可以通過再融資，對吧？也就是滾動啊，發新債換舊債，但是利息你得還了，借新還舊，還了本金你可以不還，但是利息要還，納入一般公共預算，體現為真金白銀的財政剛性支出。今年上半年財務付息全國啊，就是我們支付利息，就是債啊，一共是6689億元，這是明面上的啊，所有的公開的債，那至於水底下的啊，那些隱性債，這誰就不知道了。公開的債啊，6689億元的利息，
同比增長6.1%，增速很快啊。一位县级財政部門人士告訴記者，地方政府債券分為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一般債券付息一般在省級層面，市縣基本是專項債券付息。這裡有個分配的問題，一般債券使用限制比較小，省裡向下分配額度意願就比較小。我們一年的專項債付息壓力非常大，佔到了總支出10%以上，也就是一個縣級財政啊，10%的收入是用來付債的，付債的利息。按規定，專項債本金可以通過發行再融資債券借新還舊來解決，但利息必須靠項目自身收益或政府性基金收入償還。當土地收入下滑，當下只能靠新發專項債券籌來的錢周转付息。什麼意思啊？現在地方上發專項債，把這錢拿来之後，他去付利息，那你這個債不是越發越多嗎？本金還不了啊，發債来付利息，那你債怎麼花呀？所以这个財政部的這個數據實際上告訴我們，地方政府，尤其縣級下面地方政府，實際上難以為繼。你土地財政沒了，然後你利息怎麼辦呢？發債還。上述縣級財政部門人士坦言啊，這就是整個的啊，咱們財政部公布的上半年的一個半年報，我把跟我們相關的啊給介紹了一遍，那大家自己冷暖自知啊。今天在網上還有很多啊關於這個公務員的收入的問題啊。我看一個蕪湖的啊，安徽蕪湖的啊，他發了一個帖子，對，但是這個真假我不知道啊，因為我不喜歡去打聽啊。如果有人知道可以留言說啊，學歷是個本科啊，通過省考進入這個安徽蕪湖的公務員，現在這個工齡啊1年，職稱是1級科員。那麼他的收入情況呢？這麼說的啊，每個月到手是5500，就是發到手上，工資卡上有5500，還有公積金2100。那公積金實際上你到時候可以支取的，對不對？公積金2100，那這樣的話，實際上你到手的錢一個月就是7600，一年下來將近啊90多萬，哎，不是9萬呢，應該這樣啊，不到10萬塊。好，但是啊，它福利就是過年過節米麵糧油禮品，這是一塊，還有一個，它年終獎是將近2萬，那這個加一塊大概齊啊13萬左右。這是一個安徽蕪湖的公務員，他就幹了1年，他是通過考公務員省考進去的。那麼開支情況呢？他說加班很少，日常工作可按時完成，沒有宿舍，要自行租房，就自己解決住宿啊，這個沒人管你。這麼一看的話，在蕪湖應該還是可以的，是吧？你想到手7600，這個只是顯性的，公務員還有很多隱性資源呢，對吧？你比如說他那個他到時候退休，人家的退休金可比你在企業裡面高得多啊，是吧？他還有其他的啊，他第一個是這還是顯性的工資收入，那隱性的呢不好衡量，對吧？你看胡一靜老師退休，他退休金就高。你在工廠啊，在企業，哪怕你是在國企，對吧？你幹了多少年，你跟胡一靜老師工齡一樣，你退休你的收入比胡一靜老師要少一些啊，甚至少得多。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還有一個穩定呢，對吧？你公務員反正你基本上你只要沒想法或者沒有什麼不犯什麼錯誤，反正就按部就班唄。但是你要在對吧私營企業，你好3年歹3年是吧？你這2年好，過2年也不行，要裁員，要優化，對吧？你就走人。所以說這個就是不穩定，所以你要考慮這個因素啊。那麼他這個7000一個月的收入那是很不錯的啊，怪不得現在很多人要削尖腦袋考公務員。當然了，同樣是安徽啊，不是所有地方公務員都不錯。你看蕪湖的財政收入狀況還稍微好點，有的地方財政狀況差一點，就拿不到這麼多。甚至啊，雖然標的還可以，對吧？這個基本工資5000，公積金2100，但是啊，有的地方他沒錢，他發不到手。這是安徽啊。那麼江浙滬那公務員工資更高啊，比如說浙江麗水某縣城公務員也是工作1年多，他這個總包到時候17萬，那比那個蕪湖就要多4萬了，對不對？你看啊，他月到手工資7800，餐補600，公積金3000，
這個就是10800、11000多了。然後年終啊有绩效23000，应休未休補貼，本來應該休假的你不休假，補貼你5000塊。然後剩下的这個過年過節啊亂七八糟的那是福利，大概3、4千，所以算上公積金，算上亂七八糟的，一年是17萬，這也合理啊。為啥呢？因為這個浙江經濟比安徽要好一點，多4萬啊，差不多嘛。但是這些啊都是算賬，通過這些算賬，咱們發現很多人啊一畢業去考公務員、考編，這個找到答案了啊。你這麼一看的話，這個收入啊還是很誘人的。尤其跟當下啊民營企業現在不行，大廠在裁員，互聯網公司啊大廠是吧都在優化。你這麼一比較，你就發現公務員那還是相當的這個有吸引力。但是問題在哪兒呢？問題是這個它也是暫時的，因為一旦沒錢了啊，都一樣都受影響。這個基層的財政呢，現在就是缺錢，叫過緊日子。剛才說的那些工會那些啊，過年過節的那些福利都會越來越少，甚至要砍掉，這個收入就少一塊了。往後再缺錢，對吧？那些公積金就要少交了。刚才那個咱們看財政部上半年的收入和開支，對吧？縣級財政現在大量的錢是用來付利息，賣地收入沒有了，這麼下去保工資的困難。現在一個縣裡面啊，說有網友他留言，他說我們單位50多名幹部職工，全年正常辦公預算不是工資，辦公預算是100萬，100萬什麼呢？50個人啊，加到一起，幹部職工都有啊，或就是普通幹部啊，公務員加上幹部50个人，一年的办公費用是100萬，這100萬辦公費用也人均2萬唄，一年呢，這個錢比如說啊，日常運轉、後勤保障、外勤履職，比如出差是吧？哪兒去開個會、參加會議，100萬是正好，就是說勉勉強強，反正不富裕，但是也能運轉，包括打印啊，對吧？包括那個辦公這些東西都在裡面，一共是100萬。但是啊，就這100萬，現在已經到什麼程度呢？作者說啊，最讓人五味雜陳是剛剛過去了6月，就6月份呢，全月財政撥付的運轉指標只有1萬元，50個人1萬元，本來一個月啊50個人一個月怎麼着8、9萬，就這意思。現在直接砍到1萬，這不是腰斬啊，這是腳踝斬。這僅剩的1萬元根本談不上統籌支配、提質增效，只能用4個字形容：拆東補西，勉力續命。他說：“你看啊，他說我們這1萬塊錢怎麼花呢？最先鎖定剛性底線，優先保住單位最基礎的運轉命脈，什麼啊？電費、水費、油電費。再這麼搞下去啊，他這個夏天空調都不敢開了。他一共就1萬塊錢呢。他說這是機關辦公的剛需，1分都不能拖欠。大家還記得吧？我廣西什麼公安局是吧？公安廳欠電費，被人家供電局咣當給他電停了。這種報道很多啊，1分都不能拖欠，不能斷供。一旦停供，所有工作都無從開展。你一停電的吧，你手機都充不了電啊，喝水都喝不了，那個飲水機都斷電了。他說，刨除這些硬性開支之後啊，1萬元僅剩5000，就是你有5000塊錢是剛需，你必須要保證的，你不保證你的電費你不保證，你水費不保證，你怎麼弄啊？好，剩下的5000怎麼辦呢？是吧？剩下的5000，你前面還好多人這個出差報銷還沒報啊，什麼一堆積壓的陳年欠款，老有人來要結，你多少還得給人家給一點，打發人走路，不能1分錢不給。好多都是這些人出差自己墊的，對不對？1分不給也不行。說首先要填補的是駕駛員數月累積的外勤差旅費，鄉鎮部門外勤奔波，跑車值守，應急保障從不停歇，差旅費一拖再拖，只能擠出部分資金稍稍兌付，安撫人心。兌付完差旅費，手裡只剩3000元，而壓在財務台賬上，去年扎賬至今未支付的各類欠款高達10多萬元，車輛租賃費、日常文件打印耗材，你墨盒的買吧，不買那文件怎麼打呀？辦公履職養護、零星公務保障費用一筆筆清晰在冊，卻久久無力結算，3000元結餘，
面對10幾萬元欠款，這不是個案，這是當下很多基層單位的縮影。如今基層財務的工作常態已經不是規範統籌、有序列支，而是看人下菜、看鬧調戰。什麼意思呢？誰嗓門大，誰那個不好對付，對吧？得跟你多給點，免得你鬧事。好欺負的，对吧？一看好說話的，那你再拖一拖，对吧？明年再說。哪個合作商家催得最急，哪個老板壓力最大，就擠出1000元先行兑付，暫且穩住局面。基層的財政窘境從來不在紅頭文件裡，在財務的欠款台賬裡，沒有體面，沒有從容，只剩小心翼翼的維持。實際上啊，這才是基層這個現狀。所以剛才說公務員工資看上去還很美不錯，但是能維持多長時間是個大問題啊。我記得啊，2024年、23年、24年，对吧？就安徽很多地方，公務員是發工資叫保6爭8。什麼叫保6爭8呢？就是保證今年給你發6個月的，爭取發8個月的，10個月的你就別想了，發12個月那是不可能的，還發什麼年終獎那更不可能。你的工資只能發6個月的保，而且這還要保6。為什麼後來解決了呢？就是因為24年不來了個化債嗎？12萬億，這12萬億化債，這些地方都活過來，為什麼呢？反正有錢来了，先發工資吧。但是這個能搞多長時間呢？能持久嗎？可持續嗎？所以，对吧？26年、27年、28年後面会越来越難。你看現在已經基層政府運轉都是問題了。以前啊，50個人是100萬的辦公經費，現在壓縮到10幾萬。說今年以來啊，從上到下厲行節約，不光是我們韭菜勒緊褲腰帶，對吧？好多人不知道，其實政府它也勒緊褲腰帶啊。這叫什麼？叫財政緊平衡啊，過緊日子啊，就是一個意思啊。嚴控支出，我們全力配合，所有非必要開支一律取消，能不花的一分不花，必須花的盡量少花，辦公耗材反復利用，後勤保障極簡從簡。所有人都在默默適應這種緊日子，可即便如此，面對斷崖式縮減經費、堆積如山的欠款，依舊有心無力。但是活呢，那是越來越多啊，壓力是越来越大。所以在經濟在下行的時候都難過啊，就是普通人都難过。你如果是公務員，那你普通人也很难过。那除非你神通廣大啊，你後面有太上老君。是吧？有開山，有泰山，有靠山，你可以為所欲為，那你日子很好過。否則的話啊，都難過，而且越來越難過。做好心理準備吧。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